今日是正月初一吼，咱敬拜时间已经到，所以这时请咱安静，咱要敬拜大声，咱大声请奏乐。恁着学了耶和华，耶和华的罗卜啊！恁着学了耶和华的名，愿耶和华的名受学了，对即时到永远，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耶和华的名是应该学了的。三天来吟圣诗，请咱来吟圣诗第18首。新圣诗第18首，我心学了上帝，自然应我的病。天地万有，三甲应声，学了以大出名。树木苍黄水泉，江冲大海关山，显明以大权能，阳光人来公义昭彰。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心欢乐上帝，主能仰望的本，地的万物三甲天下，尊名，就马长河最长，永久大海关山，很远的大关明英雄，因海公义较真，我心我乐上帝，谁看见那黑边，空中飞鸟的是出响，我乐你大尊名，夜追草我结追，我回归几个水，一根就来凉风吹来，风轻一段天南，我心我乐上帝，天也本对这个，虽然派代暂时穷险，风雨稳当得胜，想个念个代志，那存的比这有，天也高贵，合作一个，应跟归的兄弟。这个是咱用四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病，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前来受苦，领是假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高压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
伊要对下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到底来交读启示文，启示文第50篇，启示文50篇也是诗篇61篇。我来刻，咱来印。只管上主的神临到我，为上主拥有我，使我去传好消息给善食人，去伊伫心灵破碎的人，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受关的出家乐，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甲咱的上帝伸冤的日，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释安悲哀的人，互伊华冠代替恢复，欢喜的油代替悲哀，称赞的衫代替忧伤的心。因受称作公义的树，上主在前来显明家己的荣光，我要用信息甲因报赏。要甲因立永远的约，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因的子孙伫万邦嘛会出名。最声，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咱三个来祈祷，感谢万军的耶和华，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伫这个新正年头，今日是正月初2，我们会当来到伫你的面前，阮敬拜你，阮感谢你，阮称颂你，因为你是阮的上帝，你是万军的耶和华，你是弥赛亚，你是救赎主，你嘛是全能的上帝，你更较是全地主。主啊，你的名看伫你的正义路来阿乐荣耀尊贵称颂你。主啊，阮会当伫新的一年，求主你予阮新的恩典、新的恩膏、新的祝福，临在伫阮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当中，也伫阮当信的兄弟姊妹当中，也互阮袂记，毋通袂记即个主你的恩惠是何等的长阔关心。主啊，伫新的一年，阮期待伫阮的灵性大进步，阮来期待伫阮的信仰大追求，阮来期待伫阮的家庭会当有大大的复兴，互幸福美满继续临在伫阮家庭的当中。主啊，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当阮称颂你，当阮敬畏你，当阮感谢你的时，主啊，阮知影，阮要一世人来享受着上帝你对天顶所有享受迄个大的应允临在伫阮的当中。主啊，赦免阮一切的罪，也将你的救赎、将你的安慰、将你的医治、将你的祝福、将你的供应无穷无尽，也丰丰富富、充充足足临在伫阮每一个当前的兄弟姊妹当中。当伫即个新春正月初2的即个主日，阮大家搁来到你的面前，阮毋但要颂赞主你的恩典，阮要搁较聆听主你的话语，会当互你的话做阮骹前的灯，做阮路上的光，也互阮会当一世人来遵守伫上帝你的话的教示恩典甲督责的下面，互阮会出阮的日，拢会当得到耶和华上帝你的祝福。主啊，感谢你，当阮会当伫这个当中来称颂，阮感谢，求主你伫新的一档的当中继续施恩甲祝福。阮从今早起第一场台语的聚会，阮仰望交托，愿圣神为雷伫阮的会堂的当中，互阮求就得到，揣就拄着，拍门你就甲阮开，将你的应允继续临在伫阮的当中。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这个时我接续来报告吼，伫咱今仔日的这个消息的当中，今仔日呢是这个原住民的这个主日虽然咱无有人来报告，毋过咱做伙来这个关心吼，这是2月第3主日伫咱的周报内面拢有一个奉献地请咱兄弟咱会当关心伫
原住民的这个事工的当中。第二项咱小会这个公告伫2月25，也就是2月的最后一个礼拜日，咱要举行定期好会，这是透早9点咱就开始透早9点，2月最后一个主日咱迄天咧国场的这个聚会是联合，咱迄天无早场的这个8点，咱9点的时阵呢咱所有伫清风的这个敬拜中心的咱做伙伫即个所在要召开定期好会，伫好会进前咱有联合的即个礼拜如果你迄天若是无法度出席必须爱请假请办公室即个来请假迄天呢，因为咱主堂设备咧咱照咱昨的即个出席人数，咱的即个主堂是设备咧，所以迄天的即个副堂呢，咱会有转播咱的转播即个画面即个技术已经真成熟，嘛真好势，所以无论是伫台顶，还是伫副堂的即个所在，咱拢会当斗阵来敬拜上帝。那么伫教会法规，咱要定期好会进前，咱必须要有公告会员名册即个已经是伫公布栏的即个所在。即使即个当中咱若有人名的遗漏，请往办公室来通知来更正。那么伫东港下晡的即个5点，咱有即个举行侍奉者的即个勉励参会咱即个已经有照咱各机构圣乐队也好，也是小组也好，咱有侍奉的即个所有有相教的即个侍奉者，咱有一个勉励参会，咱要伫林环宫的所在。直接要报告就是咱的乡邻长辈，你若是需要车辆甲你接送所以你一定要登记你无登记无法度甲咱安排车辆甲司机，所以你若需要迄天爱坐车的，请麻烦毋通等一下啦等一下无用就是后礼拜开始咱会当甲办公室来登记来登记，咱要坐车。过来即个2月17日即个拜六家庭的探访因为政府的即个补班补记200的即个祭期所以迄天有补班，所以迄天的家庭探访咱就暂停伫新春即个祭期的即个当中咱搁再来即个拜三祈祷会咱就暂停咱即礼拜的即个聚会就是伫今仔日，咱等下8点了后壁10点要有一场欢喜的即个崇拜那么咱就正式办公室这边就开始放年假互大家也会当享受着新年全家团圆美好的即个时间伫下礼拜咱拜六个礼拜咱有要举行2024年第一次的即个圣餐礼拜，请咱全体陪传会员，咱会当准备心来共守圣餐，同步主恩。第六项咱若是有兴趣的，请咱进来报名。伫3月初1，咱教会有即个圣经游庄的即个讲座这是对旧约来讲咱若有兴趣，咱会当来报名。这费用是600块。第7项本会定伫3月初8，即个暗时6点半到3月初9这是一个全人更新营会更新营会对象是受洗的即个会员，有上过这个课，咱若是有即个备班呢，或者是你毋捌参加过，你想要参加即个费用是500块请咱有来当办公室来报名伫具体的即个交通，请咱等一来看。接续咱来看即个教界的消息，咱要来请牧师来报告教界的消息。各位兄弟大平安。咱教界消息高雄中华乡里事工部伫3月19举办春季自由的灵修旅游地点伫嘉义唯美居乡博物馆有过来所在费用是1250块无满65岁是1300块。乡里生活队报名每人补助500块。欢迎咱的乡里的兄弟伫2月18前咱的市长了来报名。第二，咱高雄中华教社部定为2月25下晡2点半举办上个冒险的旅行活动，要透过这个活动互这个细囝认捌228这历史。地点伫高雄市的历史
历史博物馆，费用每一人50块吼。咱诶周报内底有业一张即个海报诶 DM 吼。你会当带你诶囡仔，带你诶孙仔去参加，无过爱事先报名这下骹有2个吼 QR code， 一个 QR code 就是线上报名，什么拢做流行线上报名。你扫 QR code 线上报名报名了，阮即个报名的系统后台会看到你的名。另外一个 QR code 就是咱的影片就是咱等下要播放的影片这200是对台湾人来讲是一个足悲惨的历史。那毋茫咱毋是甲即个悲惨成做世界中间咱的族群的对立，是要成做咱了解200的历史，互这世界知过去200是安怎发生安怎咱即马有即个底片影片请咱来播放。声音。高雄阁称作港都，高雄港代表台湾甲高雄商业进出口重要的商港。咱看现今的高雄，正做民主进步富足的城市，总是嘛有一寡过去的历史是咱所不知影的。早前的高雄也捌发生互人艰苦被迫的历史事件，是甚物事件呢？就是228事件。200这个数字是过去台湾人甲高雄人拢毋敢提起的。究竟228带予高雄人有啥物惊吓负面的印象？每一当的2月28日，对现代少年人也是学生囡仔来讲，通讲是一个快乐的假期，因为因无了解228事件。伫今年，咱中华教社部特别设计228历史大人甲囡仔的过关活动。通过活动，要互咱行过这段时间的旅程，互囡仔甲咱少年的一批，通了解过去的历史。毋茫徛起伫台湾这个岛屿的百姓，话记伫过去的假时，未来袂阁发生类似的历史事件。欢迎咱众兄弟姊妹伫2月25日主持的下晡2点半，带咱的囡仔来到高雄历史博物馆，做伙来了解高雄的228事件。这个影片是咱的青年立约，甲咱的也应该是科宏所制作的一个影片。这个活动是总共有20几关的关卡，拢需要通过家长的手机扫 QR code。你要过每一关拢扫 QR code， 入去了有迄个历史的记载，家长要协助囡仔完成迄关卡的迄个问答。问答了，关注看个你写答案正确通过，安尼有20几关。毋茫互这世界认捌228这个事件，毋茫咱兄弟会当共同来支持这个事工。第三，咱高雄中华妇女事工部伫3月初2上午9点到12点，要举办妇女世界公道甲感恩礼拜。地点伫公山教会，费用100块。妇女圣歌队队员专业补助，请咱姊妹伫2月25进前，咱的陈美仪队长来报名。第4，第美仪第4，第32届亚细亚访问韩国的盛会，7月22到29，题目是灵性甲复兴。费用是38000块。要参加的，请咱伫3月24前，办公室报名，嘛爱详细交你的护照的影印本，而且定金8000块以上。接下来咱来看圣经上帝话记载伫以赛亚书第55章。以赛亚书第55章。以赛亚书55章，咱要对第1节来看到第3节。第1节到第2节第1节到第2节。以赛亚书55章第1节，既然恁最大的就来就近水，也无钱的恁就来买来食，来啊！毋免银，毋免价钱，来买酒甲奶。恁啥事开费钱买迄个袂正一个物，
啥事着活伫迄个袂互人食饱呀。恁着留心听我，就会食迄个好物，得着享受由你，互心欢喜。愿上帝的话进入咱内面，做咱的帮赞。这个时咱学老要来请教会，咱的少年圣乐队带咱来学老。咱着少年伊的温，互咱日日应如春，互灾祸艰难变成欢喜，烦恼变福气。咱感谢教会，咱的少年圣乐队，都互咱今早起会学老。这个时讲道，咱要来请阿牧师，伊要讲道的题目是欢迎你转来厝，欢迎你转来厝。各位兄弟大平安。今日是正月初二。是这嫁族囝出去要倒来后头厝的日子吼，毋知影咱中间有人等下要倒去后头厝无吼？不过对有一寡人来讲，倒去后头厝，敢若是一个无法度搁实现一个事实。有诶后头厝的爸母已经过身了，兄弟姊妹成家立业，开枝散叶。当爸母若过身，对于家厝的祖囝来讲，等于后头厝，敢若一个
无法度达成的梦想。可能为阿嫂、兄嫂讲啊，来转来啦。虽然爸母无伫的，这嘛是你的后头厝。为了地夫啊，讲啊，各位转来啊，这嘛是你的后头厝。不过对无结婚的姊妹来讲，敢若无后头厝。为人转去后头厝，对因来讲是一个挑战。今日咱今用转来欢迎你转来厝，正做题目来看，当时以色列时受掠去巴比伦，先知一直鼓励因爱离开巴比伦，转来因家己的故乡。先知要甲因讲，转来厝是属灵的厝，上帝的厝，是一个蒙福的所在。咱若对今日以赛亚书的55章来看，咱其实爱对40章开始来看起上帝对百姓的心意。伫以赛亚书第40章开始记载，上帝兴起外邦的王波斯王、古列王来成做犹太国家百姓的帮站。当波斯王打败巴比伦帝国了后，迄原本受掠去巴比伦帝国这些百姓有机会要转来到因家己故乡。上帝兴起耶路伯，鼓励劝勉，迄当时伫巴比伦的犹太百姓，爱重新转来到耶路撒冷城。就是要对巴比伦转去到耶路撒冷城，有偌远呢？毋是高雄到台南遮近呢？因转去到因家己故乡耶路撒冷城，爱经过行2800公里的远呢，2800公里呢，台湾嘛是几年呢？你看这，迄当时的犹太百姓，若受着要转去故乡耶路撒冷城，加上着这路程，因着心内郁出个艰苦，因为除了路途遥远以外，当时的犹太百姓，因这代到后一代，伫巴比伦迄所在，已经开始有种植葡萄，也意思讲，因伫迄所在已经徛起安基有因家己的产业啊，甚至因嘛伫巴比伦遐有家己的厝体啊，也意思讲，因伫外邦的国也过着安稳的生活。先知以赛亚苦劝当时的百姓，恁爱转来到故乡，上帝要带恁转来恁的故乡耶路撒冷城，离开外邦的稳定的生活，要重新转来到耶路撒冷城，敢着较简单？无简单呢。像头仔牧师讲的，因爱行2800公里，这个远的路途，等于家己故乡。等于故乡，敢着安尼解决无呢？因第一个适应啥物？经济甲生活的适应。圣经咧甲因讲，以圣经以赛亚书55章第1节，既然恁最大个就来就近水，也无钱个恁就来买来食。来呀，毋免钱，毋免银，毋免价钱，来买酒加年。对这经文中间，咱看到啥物？因讲，恁喙大就来就近水，就是哪？因欠贵水源。第二，因对远远的巴比伦等到耶路撒冷城，拄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啥物？无钱啊！上帝通过先知以赛亚热情邀请犹大国百姓转来家己的故乡，但像我讲到，因拄着无钱啊，
无水源啊。所以上帝通过先知甲因讲，上帝要为恁备办的一切的需要，上帝为恁备办好啊。甚至恁会当买着比钱、比水更较珍贵的酒甲呢。只要恁肯愿意顺服上帝旨意，上帝就为恁备办。只要恁肯顺服，上帝主动通过伊罗卜，甲百姓邀请倒来家己国家。咱看到上帝的心意，一切伫疼惜百姓，兴起外邦的王，正做因的拯救，嘛兴起伊罗卜，苦劝百姓倒来伊家己国家。这拢是上帝对百姓拯救的心意。就是头仔牧师讲过，迄当时犹大国的百姓，因伫遐有家己的产业，伊种植葡萄啊，因个家己有厝体啊，徛起啊安稳的生活。就是因无愿意顺服，以信心顺服上帝心意，会惊啦。啊，当也无钱，毋亲像咱讲对台湾去美国换美金呢，去到遐有家己的钱，因的巴比伦的钱去到遐袂用的，袂当讲爱换钱呢。这就是信心的考验。因当伊拢会拄到真济的问题，就是了解，咱知影耶和华是耶和华一类的上帝，只要肯顺服，只要有信心倚靠上帝，上帝的确备办一切。阿门。咱看亚伯拉罕，伊愿意顺服上帝旨意，上帝吩咐伊将你的独生囝以撒献予我。你看亚伯拉罕就带伊的囝也上山，上山的时候，伊囝问讲：阿爸，啊茶甲火拢便便啊？啊，这献祭上生伫对？咱看了，亚伯拉罕点点到山顶，甲伊的囝以撒放伫祭坛顶悬，准备要将伊的囝献予上帝时，要下手杀伊的囝的时，上帝的使者出声，上帝讲：千万毋通害这细囝。上帝用油膏来代替以撒献祭予上帝。所以了解咱看到，只要你有信心，完全的顺服，上帝的确伫咱的生命备办逐样的稳定。因为伫上帝的厝必然是丰盛，所以了解，倒来厝是丰盛的。先知以赛亚讲：既然恁喙焦的着就滚水，也无钱的恁着来买来食，来呀，毋免闻，毋免价钱。了解，伫咧经文中间，你有看几个来？既然恁喙焦的着就滚水，一个来对不对？无钱的恁着来，第二个来对不对？来买来食，来呀，第四个吼，毋免闻，毋免价钱吼。所以有三四个来，上帝讲来啊！咱看有几来来，迄来伫希伯来文讲哈拉赫，哈拉赫，迄个哈拉赫，迄希伯来义军哈拉赫来，老虎，老虎，家己隔壁老虎，老虎，你要叫人，要叫人来，老虎，老虎，吼，老虎就是来啊！咱会晓想象犹大国的百姓，原本徛伫巴比伦帝国安居乐业，因遐有厝体有产业，真安稳啊，真舒适的外邦的生活，却是安那
无合上帝心意。上帝通过伊罗卜苦劝百姓转来到耶路撒冷城，离开因安稳的所在巴比伦。但是上帝嘛知，因转来时会欠缺，就是这食物、钱财、水源。所以圣经讲，既然恁喙干的，就来抽滚水；也无钱的，恁就来买来食。来啊！唔免问，唔免价钱，来买酒干呢。咱看到上帝通过伊罗卜足热情，来啊来啊！这就那牧师中心，去探访时阵，兄弟讲来啊来，你我坐来你我坐。哦，来，哦，这桌顶的水果甲水果食物来，在恁客，在恁食，有足热情无？有啊。来，总是咱今日经文中间讲，既然恁喙干的，就一滚水。而这句的经文，咱头下老弟都甲咱读的，哎呀，这是希伯来文的好语是啥？这句是中文甲英文拢无翻译的，不过我看白话是圣经。不是，什么意思？意思哟？唔是啦，唔是喙干。叫恁来啊，你拢叫袂来啊！希伯来文的意思哟，发音嘅好意，意思讲真可惜，真遗憾。上帝要甲恁拯救，上帝要互恁丰盛，恁叫拢叫会来，怨叹，所以台语和日本圣经是足接近希伯来文的。我咧准备写个圣经查的时阵华语的圣经无这字，无这字翻无出来，台语有咧。你看，上帝人歹做，好心去雷针备办好的，侪拢无爱，叫袂来。所以咱对于迄个经文中间，咱看见上帝是百般的无奈。其实，咱对这经文55章的中间，往头前看52章的第2节。你会阁看见上帝心意是怎样？伊52章咧讲，第2节咧讲，耶路撒冷就搬起阵来起来坐，即按受了的百姓就偷开你的暗棍的锁链。上帝要拯救犹大的百姓离开巴比伦帝国。上帝通过伊罗卜甲百姓讲：既然恁喙干的，就来就滚水。也无钱的，恁就来买来食，来啊！免问，唔免价钱。所以意思讲，你的喙干物件无水啦，你买物件无钱啦，你唔免付代价，唔免开钱。上帝为你备办，上帝是耶和华伊的主，阿门。所以当你倒来厝的时阵，上帝为你备办啊，了解？做祖囝的，甲做新妇的有共款无？无啦，家过拢知啦。做新妇的，来过年正年头就爱安那款东款西款食的无？你倒来后头厝安那是做啥？祖囝啦，是人款便便啦，母款便便啦，对不对？有丰盛无？有啦。所以人讲做祖囝甲做新妇的有差啦，伊圣经内底，以赛亚书55章第2节来讲，你啥厝开费钱买迄个袂食的物，啥厝着磨迄个袂互人食饱呀？恁着留心听，我就
我就会食迄个好物，得到享受由你，好心欢喜。先知以赛亚讲：你开钱食袂饱的，你为什么落落趁钱才食袂饱？你想奇怪，我趁钱才会食袂饱？你以为开1000块食迄食到饱的，才会食袂饱？一定食会饱，总是的，了解？先知以赛亚讲：你为什么为什么圣书地话迄个袂互人食饱的？为什么？你食饱了，互你食到饱，1000块食到饱，这顿饱后顿会饱袂？会饱袂？可能食到一顿拄2顿啊，袂枵啊。不过后一顿会枵袂？会枵啊。总是你食物件安怎饱，消化了，你后一顿嘛会枵啊。意思讲啊，咱用钱、用物资，互你看到眼前的满足。所以咱看，有时咱看会到、摸会到眼前的物质的享受，咱甲注目到遐眼前的物质的享受，甲钱财，就是有时又安尼，互咱失去永远的救恩啊！为什么？你甲看到遐物资物质的享受，你就袂去追求上帝的真理甲信仰。所以圣经咧讲啊，好嘅人要进天国学啊。为什么学？毋是好嘅人袂当进天国，是伊的心思意念想的是啥物？伊生命的焦点是啥物？这才是重点。了解？咱敢是为着眼前看会到的，该享受追求，却袂记你永远性命。所以咱其实基督徒爱不要近视。要什么远视？唔通眼光看眼前，爱看较远诶。永远的性命，永远的祝福。所以咱看到，当主耶稣伫旷野受撒旦的试探的时，撒旦要求咱将石头变做面包。耶稣有接受伊引诱无？然后撒旦去带耶稣去到上悬的山顶，互伊看万国以及万国的荣华，互伊看。讲你若愿意向我跪拜，我将要赏赐互你。了解？魔鬼撒旦对耶稣引诱，敢是拢眼前、目前看会到的物资、物质、甲荣华富贵、甲官兵嘛？就是耶稣拢无受引诱，耶稣无受引诱离开天父上帝。了解？天父上帝予咱是永远的，毋是暂时的。所以耶稣捌应为咱啊，以约翰福音第6章35节，安尼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我断袂枵；信我的，永远袂喙干。所以，咱对这经文来看到啊，主耶稣讲，伊就是生命的美牛，来到伊面前，决断袂枵啊！了解？咱要得到这恩典，咱必须要付出相对的代价，就是咱来听见上帝的声。所以，以赛亚书55章第2节下半段来讲，恁着留心听我，就会食迄个好物。得到享受由你，好心欢喜。对这个经文中间，咱看到，先知以赛亚甲咱讲，咱要得到上帝福呢，永远袂喙干袂枵，咱食迄个好物，享受由你，好心欢喜。你看这留心听，你留心听。以英文的圣经 ESV 的翻译 ，listen diligently， 意思讲你要努力听。希伯来文意思讲你要扭动你的耳孔，真足听，扭动你的耳孔，真足听。了解？等于到故乡耶路撒冷，爱真足听上帝声。所以
华文圣经讲侧耳听，就是有你耳孔真足听。毋若爱听到，搁听入去；毋若听入去，搁爱去顺服你所听到的话。当咱顺服上帝话时，上帝互咱心生命满足，心中快乐。了解？世间人开真济的钱财，只想要得到心灵的平安。是啊，了解？我把曾经听到咱教会已经信主的姊妹的见证，讲因全家要开10几万去马来西亚灵修哦，为了是要得到心灵的平安。当伊信主了后，伊读圣经讲：哎哟，我以前去别个宗教开10几万去马来西亚国外要灵修。原来因所教的圣经内底拢有啊，了解？是啊，别个宗教拢用一种乌龙蛇道，甲你拐骗你的钱。伊知影你要爱啥？你就是爱一个平安尔，就是拢找唔到路。所以耶稣讲，伊就是道路啊，了解？你的道路找方向敢对？方向敢唔对？其实咱拢毋免开真济钱来得到平安，耶稣已经为咱付上代价，互咱因为耶稣得到平安。会记几礼拜进前，咱的文思传道，伊基督会中间咧分享一个影片，讲一个先生吼开车去到德莱树，买汉堡，买了准备要纳钱的时阵，摕信用卡要纳钱，迄小姐讲。先生，你免答吧？哟，真的哦，哇！上帝纪念你，然后哇，真感动。伊讲啊，安尼我嘛要为我后壁迄台车吼纳迄个伊买的钱啊，伊要偌济啊，我替伊纳啊。啊，你知影倒来水拢安尼啊，先到一个关卡讲，我要买2个汉堡，2个炸鸡啊，然后讲了人替你准备啊嘛。第2个关卡就是安啦，去纳钱对不对？所以吼，伊发觉伊要纳钱时阵，头前个人替伊纳的，哇，足欢喜啊！啊，伊就讲好，我嘛是要替后壁迄个纳。啊，伊准备吼，后一张要纳笑的时阵吼，迄小姐讲，你要替后壁纳无？会使，后壁的所买钱总共7000块啊！我惊者，嚯，那济啊！原来后壁一台轿车啊！校车顶原拢一群学生啊，迄一群学生买的物件总加起来吼，比伊买较济啊！好啊，之前讲后一届好啊，上帝知我做无钱的，了解？上帝已经替你纳了，纳什么？伊为了你的罪，伊为了你的罪，伊伫世界顶悬为你定立世界，伊一定为你付清所有的。罪责，了解？先知以赛亚甲咱犹太百姓讲：既然恁嘴干着一盆水，也无钱的，恁就来买来食，来啊！免问，免价钱。迄尾有拢来啊！会记安怎个念的？老虎啊，老虎，兄姊妹，先知以赛亚要甲犹太百姓讲，恁当该到耶路撒冷城，毋免烦恼恁无钱，毋免烦恼恁无钱买来食，恁着嘴干就滚水，会来偷你的嘴干。另外这新约圣经内底，浪子回头，迄老爸伊甲老爸钱拢开了，倒来老爸厝，原本要倒来老爸厝来做长工，长工的身份是啥物？长工的身份就是奴仆嘛，就是做奴才嘛。迄做奴才的身份是啥物？是无尊严的，无自由意志的，无行动自由的。你做奴才就是你就是人的财产啊！人叫你安怎，你就安怎，你无啥物尊严啦，对不对？所以伊拍算，倒来到伊老爸厝来做长工，是做奴才的身份，就是。当伊老爸看见这个失落
搁转来这后生，啊那，就走去甲男的甲伊斟，然后呢，吩咐罗卜将上好的衫，互伊穿，互伊挂上上顶今日官兵的手指，搁安那，吩咐别个罗卜，互伊下穿，互伊下穿，罗卜拢无下通穿的，只有囝口下通穿。而吩咐罗卜抬一只肥的牛犅，然后这咱看到，这个老爸看见这个囝，安尼转来，老爸安尼甲揽甲斟，无甲骂呢，互伊衫穿，互伊手指挂，互伊下穿，互伊准备青草一顿。咱看到，这个囝原本带着亏欠老爸心来到老爸面前，老爸反倒转安那用疼来接纳伊。迄囝安那原本亏欠因为老爸的动作了着为着伊的过去的疗伤，原本今日的亏欠，因为老爸的接纳，老爸的疼，互伊享受厝内所有的资源，享受老爸佫互伊一摆安那，迄个充满的接纳，充满的疼，互今日互伊恢复迄做今日的尊严、行动的自由、意志的自由，了解？咱看到，当个老爸的厝是望上帝恩典。伊原本对老爸亏欠的，因为老爸的原谅，因为老爸的赦免，因为老爸的疼，因为老爸的接纳，互迄今日的亏欠的心，对这中间得到医治。上帝嘛呼吁，伫巴比伦的犹太百姓，恁来倒来家己故乡耶路撒冷城，你毋通看目前的产业，毋通看目前的厝体，你来看到未来，哈利上帝心意的。另外这，咱的信仰中间，咱常常爱问一个问题：咱所做的，咱所行的，有合上帝心意无？所以上帝通过伊的罗卜，甲犹大百姓讲，安尼讲，以赛亚书55章第8节到第9节，咱做来读预备来。耶和华讲：我的念头毋是你的念头，你的路毋是我的路，因为天怎样较悬地，安尼我的路也较悬恁的路，我的念头较悬恁的念头。听下这，咱看到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念头、上帝的道路，拢较悬伫犹太人。只要愿意放下你巴比伦的厝体甲产业，相信上帝互恁的计划赢过人的计划。阿门。上帝的心意是要带人倒来厝，迄个倒来厝迄所在是温暖的，是疼，是受接纳的。阿门。所以咱看到你若家厝去倒来厝，阿爸阿母也看到你，左囝的倒来哦，来，爸来，甲你款丰盛的，来，做左囝的身份啦，自由啊，毋是做新妇呢，做新妇无共款呢，爱款东款西，做左囝的伫厝偌自在的，阿门。所以我要听我何牧师讲一句话啊，做左囝的伫厝偌自由偌自在，毋免款东款西。做新妇的无共款哦，阿母啊，倒要洗，倒要款啊，来了甲伊款的。你做新妇的身份无共款哦。另外这，咱来转来厝，咱今日是民间风俗中间是嫁出做囝转来后头厝，后头厝，你的若受了委屈，我要转来后头厝，你较别位毋去，较一定要转来后头厝。你后头厝，互你靠啊，对不对？后头厝，互你温暖啊，互你倚靠啊，什么委屈拢转来后头厝，拢互你靠。迄是温暖的，迄是受接纳的，迄是互你会当靠的。另外这，伊信仰中间，咱转来后头厝，
咱倒来厝上帝的厝，勘猜你的父母已经无伫这世间，等于上帝天家，就是上帝这个厝，就是你的后头厝。你会当倒来你属灵的后头厝，伫上帝的后头厝，上帝的厝中间，互咱受伤、受委屈、受艰苦心的代志，因为倒来上帝的厝安那得到医治，得到帮助，通过咱的兄弟姊妹、夫妻的帮助祈祷，上帝医治，互咱以外面的屈辱艰苦，伫倒来上帝的厝、属灵的厝中间，当重新得到开力，得到医治。阿门。所以牧师要鼓励咱的兄弟，每一个小组，拢是你属灵的家，拢是你属灵的后头厝。啊，未出家的姊妹，教会是你的厝。保罗先生捌勉励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勉励勉励因避免惊人。保罗先生勉励当时的信徒讲，伫圣经内底，伊讲，咱做来念预备来，也是你毋知，恁的身躯就是上圣神的殿，圣神踮伫恁，就是恁对上帝所有的。所以咱知影，伊讲，恁的身躯就是圣神的殿，恁的身躯就是上帝的殿，所以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免得咱受拉三受污染。所以圣神的殿就是咱的身躯，就是上帝的厝。咱来保守咱的内心的性命、心思意念，咱身躯的圣洁。常常互上帝话来圣洁咱、清洁咱，互咱无互外口的价值、错误价值观来影响咱，互咱时常用上帝话来清洁咱的内心，互咱内心真做上帝使用的器具。所以，兄弟，先知甲当时的百姓讲，恁着爱安那，趁野花通吹的时，着吹伊啊。鼓励因倒来到恁的故乡耶路撒冷城，恁着爱操吹上帝的事。当你搁会当操吹时，你着爱操吹上帝。所以以赛亚书55章第6节，咱做来读预备来，着趁野花通吹着的时来吹伊，伫伊三军的时求叫伊。咱相信，当来到上帝厝，上帝要用真理带予咱对上帝遐来鼓励甲安慰。上帝嘛通过伊真理的价值，予咱属灵的兄弟姊妹伫信仰中间，真做三扶持、三安慰、三帮衬，以上帝厝得到温暖甲安慰。我相信，当来后头厝，毋是指外在的后头厝，伫信仰中间，上帝这间厝，就是你的后头厝。上帝话就是你上大的依靠，上帝话就是你上大的安慰。阿门。愿上帝话真做咱及时的帮助。咱三家来祈祷。是阮听完上帝，感谢你。今日是阮民俗的正月初2，是嫁娶的祖囝倒来后头厝的日子。主，阮相信上帝主你的教会，就是阮的后头厝。上帝，你的话真做阮的安慰甲帮助，恳求主你帮助阮，同阮同心的兄弟，三听三扶持三听，互阮以主的基地中间得到帮助，得到安慰，互阮以主的内面通过上帝话，阮领受你的开力，你的话语的养持，阮重新出发，按目前的目标来迈进。得到上帝，互阮袂败坏免流。恳求你使阮祝福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姊妹、结罪兄姊妹，以主的听面，拢得到上帝极大的祝福。恳求你听阮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欢迎咱大家拢倒转来上帝的厝，咱是来吟新圣诗435首，等咱大家来吟诗，感谢上帝过新年，世间日子真快过，紧行天路直及时，紧行天路直及时，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当咱大家来吟诗，感谢上帝过新年。
一代过了又一代，亲像草木等过代，因家天路无主的家，天的水出的家，青春满面我心。有主呀，我心心，因你大行所标准，有主叫尊敬，有主我叫尊敬，哦，因今你多进步，你的口主更可信。因家天路，人有你我最心，人无平衡我最心。这个是请阿牧师带咱来讲道。咱即时来参加为着咱今年未来新的一档，求主帮助咱，咱夜幕恩主外科主来时常伫上帝话中间，成做咱的牛日甲帮助。咱也上时为了咱3月初2咱圣经周游圣经游中来祈祷。咱也为着咱2月25咱的信徒合会定义合会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也求上帝帮助咱2月。新林牧区伫2月18到2月24有理财左右的种子教师的训练，求上帝施恩带领。咱举起咱的双手，为着咱家信仰来祈祷，为着咱的整个事工，为着咱的兄弟需要祈祷。咱大声喊三声主来同心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恳求你施恩来带领帮助，主你祝福阮，互阮新年头，阮来调帮主来兴主来祈祷，主你的维护，加做阮的友情，加做阮的美丽，互阮灵你着归咱你的帮助，主你爱祝福阮，互阮的信仰会让哪个天哪敬慕，互阮哪个心来听主来服在主，主啊，你的施恩来带领，阮2月25，阮的信徒合会。以及阮的勉励参会，阮圣经的带领，互阮的所有平凡，互阮的兄弟，都阮当时一切为着上帝你的心肝，阮的三角关心，参与主你心肝，来影响主你的名，主你祝福阮的教会，互阮的教会以信仰之源，有上帝的祝福，阮新的牧区2月18到2月24，阮有阮的理财左右种子教师的训练，阮圣经的带领，互阮的训练，加做阮未来。阮好因的帮助，阮上帝你使用带领帮助阮，主你祝福阮的因为阮3月初2，阮的圣经中圣经中在这里个点，圣经感动阮，多谢感谢，以上帝你的维护中咱来明理来了解，同款上帝你的话，加做阮的友情，加做阮的友情的帮助，主从这3月初2，圣经用中的特点来教导你，阮上帝你使用带领。所着做的，阮只大小事交通，靠耶稣的名，阿门。只阮听上帝，也过年的正年正月初2，主啊，阮5年祈祷，恳求你帮助阮，让阮的人生生命的目标的焦点放伫主你面前，互阮来按着上帝你阮咱设定的目标标杆来跑走，互阮的信仰哪加天。会服侍咱的心，主啊，你会祝福阮的大项事工，伫主面前照你的旨意成就伫咧中间，互阮的又从教会大大细细热心传福音，热心来听主彼此的相听，彼此扶持，彼此的赦免，互阮在信仰中间来见证上帝，见证主。愿主你祝福阮的又从教会，伫今年阮的得人拿得义丰收伫主你面前，得主你所欢喜。愿主你听祈祷，愿同心伫主面前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请坐。这个时咱要来奉献。照主所
赏赐互咱的，咱会当甘心乐意伫主的面前来领受主所赐的福气，同时咱也奉献伫主的面前。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演出那红毯的经营，我给在前的修书。天父上帝，我要感谢你，你所赏赐的是丰盛的富有，也互每一个阮当时的兄弟姊妹，日日到夜，日日用有春。主打阮献上担保，会当诚侪教会路用，完新的一年，互阮每一个人福音大进步，互阮身体那勇健，互阮钱财那自由，也互阮一切拢伫主你稳定甲舒服的面，也求主你施阮舒服。伫甘心乐意、欢喜奉献，无论是金钱、是圣工来奉献的兄弟姊妹，求你把百倍的施恩祝福临在因的当中。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祝福垂恳。愿主赐福我的，愿上帝的恩更偏着的，也愿主必宽待你，愿也奉献上上宽广的修赐的平安。最后，请阿牧师。咱当时咱也是对上帝遐做，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咱，世世相通，甲咱众人三脚伫地，伫时到因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道避讳。